今言今語救贖篇，曉得他復活的大能。腓立比書3章7至11節，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，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，因我已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。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，看作糞土，為要得着基督，並且得以在他裏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，乃是有信基督的義，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，使我認識基督，曉得他復活的大能，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。小朋友啊，今日經文係使徒保羅鼓勵腓立比教會嘅信徒而寫嘅，佢勸勉啲信徒要認識耶穌基督，而且要知道佢復活嘅大能。作為基督徒，我哋要知道得着救恩只係初步，我哋要更多嘅、更深嘅去認識基督耶穌。得救只係一個開始。保羅佢呢不斷去追求認識耶穌基督，而喺個過程裏邊改變咗佢好多人生方向。佢先前以為對佢有益嘅，佢而家知道因基督都當作有損啦。唔單止係咁喎，佢仲將所有嘅嘢都當作係有損嘅，因為佢覺得呢認識主耶穌基督先至係最正嘅。佢為咗耶穌擺低晒所有嘅嘢，當嗰啲好似糞土咁樣啦，因為佢好想得着耶穌基督。對於保羅嚟講，耶穌基督嘅復活唔單止係歷史嘅事實，而且係真實嘅發生咗，並且呢，信徒要喺生活上面可以親身經歷到呢一個嘅大能。保羅佢喺以弗所書2章5至7節裏邊嘅教導，亦都加深我哋對耶穌復活大能嘅認識。佢話當我哋死在過犯裏邊嘅時候，就叫我哋同基督一同活過來，因為你哋得救係本乎恩。佢又叫我哋同基督耶穌一齊復活，一齊坐喺天上，要將佢極豐富嘅恩典，就係佢喺基督耶穌裏邊向我哋所施嘅恩慈，顯明俾後來嘅世代睇。小朋友啊，我哋係唔係願意去追求認識耶穌基督更多同埋更深，並且明白到佢復活嘅大能？我哋可唔可以去效法保羅咁樣去堅定不移，以認識耶穌基督為至寶至正嘅呢？而可以放低自己所有嘅嘢，我哋一齊祈禱啊！神啊，感謝你俾保羅呢做咗我哋嘅好榜樣，佢身體力行，亦都鼓勵我哋，教導我哋要去認識主耶穌，要以認識主耶穌為至寶至正嘅，而且要更多更深咁去追求認識你，並且可以經歷到你嘅恩典同復活大能。求你將智慧同啟示賜俾我哋，叫我哋真係知道，真係認識你。多謝你聽禱告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